政府其中一個控煙嘅方向係不時咁透過修訂法例去到擴大禁煙嘅範圍，目的就係杜絕二手嘅煙害，保護公眾。歡迎收睇議會開箱，我係李思朗，我係黃宗偉。嗱，講起食煙咧，相信唔少非吸煙人士都試過㗎啦。喺路口等緊綠燈，突然之間有一口煙噴埋嚟，真係想避都冇得避啊！立法會就住2025年控煙法例修訂條例草案咧，展開咗一場辯論。嗱，唔單止禁煙區範圍擴大咗，連地盤甚至港鐵出入口嘅控煙問題咧，都成為咗焦點。政府現時以多管齊下作為控煙嘅策略。根據醫務衛生局提供嘅最新數據，單係喺舊年12月，控煙酒辦執行咗超過3500次嘅巡查，發出咗近700張嘅罰單。何敬康議員喺會上特別關注到點樣推動盛事經濟嘅同時，平衡吸煙者同埋非吸煙者嘅需要。有意見認為平衡各方需要同埋配合文化體育盛事嘅舉行，政府應在公共地方設立指定吸煙區，並於特定時段，例如盛事期間加強執法，以提升公眾體驗及安全。政府會否研究有關建議？目前冇任何嘅科學證據係支持指定嘅吸煙區咧，能夠有效咁樣保障到市民免受二手煙嘅傷害嘅。相反，世界衛生組織表明，任何措施包括咗通風、空氣嘅過濾，又或者係指定嘅吸煙區，甚至係用一啲工程嘅技術，包括咗專門嘅通風嘅系統啊等等咧，都係唔能夠防止市民暴露喺二手煙嘅二手煙霧入邊嘅。煙霧入邊嘅相當嘅部分有毒嘅成分咧，更加係無色無味，對心血管同埋呼吸系統係有直接同埋即時嘅危害嘅。公眾亦都有機會誤以為設立咗指定吸煙區就能夠保護到公眾嘅健康，就能夠杜絕到二手煙害，相當於同公眾傳遞咗一個錯誤嘅公共衛生信息，更加令到喺公共區域吸煙嘅行為咧，重新咁變成正常化，係不利於邁向促進無煙香港呢個長遠嘅目標嘅。嗱，講到罰款啦，之前咧坊間傳到好勁㗎，話地盤工友喺地盤食口煙就要罰15萬，嚇到大家心都離一離啊！返一日工，如果真係罰15萬，真係半年人工都倒貼埋啊！呢個正係邵家輝議員反映業界嘅憂慮。勞福局局長孫玉菡喺會上明確咁澄清，針對個人工友嘅罰款係3000蚊。至於40萬嘅罰款，其實係針對承建商嘅最高刑罰。對於地盤咧將要去全面禁煙，貴局咧開頭嗰個罰則咧就係將嗰啲工人嘅話就係可能係要罰15萬啦，咁如果承建商就要40萬啦咁樣。咁其實業界好多都好震驚嘅。咁啊多謝局長，琴日聽到你講，即係嗰15萬對於嗰個員工話咧可能會將佢變做3000蚊啦。咁我相信係會合理好多。僱主咧其實即係承辦商咧，40萬係最高嘅罰款嚟嘅，但係咧都係要我哋覺得佢冇採取合理嘅措施咧，係確保佢個地盤咧係可以實施到禁煙嘅。如果係佢哋採取咗合理嘅措施嘅話咧，我哋又唔會貿然去告佢嘅。嗱，咁就明白晒啦。不過仲有一種人最討厭，就係俗稱火車頭邊行邊食煙嘅人啦。有時行喺佢哋後面，真係成段路都要食佢哋嘅二手煙㗎。亦都有議員提出建議，將港鐵站嘅出入口一併納入為禁煙區。嗱，點解政府唔直接禁咗火車頭去呢？局長喺回應議員嘅時候提到，要喺法律上面定義行幾多步先至係火車頭，其實係好困難㗎，所以政府採取咗另外一種策略。我就留意到咧，其實港鐵出口咧好多地方佢都唔係禁煙區嚟嘅。大圍站呢度咧側邊就係一個好多人食煙嘅地方，隔離咧就係一個紅綠燈嘅位置，所以即使我想避開唔食二手煙，我都冇辦法，因為我要停喺度等啲交通燈啊嘛。咁所以其實呢啲咁樣嘅客觀情況咧，喺好多嘅港鐵站出邊咧都會出現。局長可唔可以將我哋嘅港鐵出口都納入埋呢個禁煙區咧？我哋考慮到咧，其中一個原因點解唔推動火車頭呢個咧，係好難就住火車頭到咧佢係步行啦，亦或係佢原地踏步啊，還是行咗數步之後停下咧？所以我哋係用一個擴大嘅禁煙區作為處理呢啲火車頭問題。我好理解你對於一啲即係你自己本身唔食煙嘅，你對於二手煙嘅嗰個厭惡嚇。
特別係某啲情況之下，你冇辦法被逼去吸食二手煙。咁但係咧就地鐵本身咧嗰個出入口咧嗰個人群咧，唔係今次我哋喺修訂條例入邊即係訂立個出入口嘅，所以暫時我哋係未有呢個咁樣嘅一個安排。嗱，仲有啊，以後買煙咧都要睇清楚啦，因為海關會推出完稅標籤。海關預計會喺2027年全面推行標籤制度，目標係一眼就可以分辨出邊一種係未交稅嘅白牌煙，全面打擊私煙嘅活動。嗱，咁睇嚟咧，無煙香港唔只係一個口號，仲有好多嘅具體措施陸續有嚟。關於最新嘅控煙政策進度，議會開箱會繼續為大家跟進。再見。